向前按照分享收看4月23拜四早晨的客家新新闻，我是希丽丽。今日呢有当道素材哦，早晨起始就一落毛天。故说呢提醒乡亲朋友，今日呢系讲夜下爱出去，比如讲上班，无就做事，请爱加点的耐心。因为呢落雨对当道人来讲，会较唔利偏，比如讲爱视察去奥多拜的时节，乡亲朋友呢爱注意下个视线较唔好的情形，自家呢爱注意安全。今日嘅客家新新闻用腔样来关心疫情的情形发展。昨边呢，有关亚嘅屯木柑区海源头发生的群起感染嘅亚件事情呢，蔡总统系请罕见出来对亚件事情，早晨嘅时节头总统府出来开会，同大家来分析理，然后格格对亚事态报纸，带乡亲朋友格格来关心。提前来看到嘅係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一篇呢，當然就係講到蔡總統對亞拜嘅事情，佢先同社會大眾來分析理，係我講強調亞拜嘅事情，接下來還會繼續查清楚，佢絕對唔會偏向任何一方。故中呢，後邊嘅蔡總統同總統府一篇發表為乜嘅談話，同大家講佢係三軍統帥，詳細嘅內容，各個大鄉親朋友透過亞新聞報道來關心。我是三军统帅，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但海军这场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微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屯木柑區發生官兵群起感染，引起國人不安。蔡總統出來分析理，國安部國防部長任德發開記者會，國防部長同海軍司令劉志斌為加申請處分，外界關心會有新的人事變化冇？蔡總統講，撇下一條查清楚真相，就係挺要緊的。查清楚完成過後，唔會偏向其他人。海軍在防疫上出了疏漏，我已經要求以誠實作為最高原則。國防部昨天也檢討了4大缺失，這只是初步，完整的調查清楚之後，我絕對不會護短。但我們要媒體問，屯木柑區許多配料封門架下，用時配料無確診，阿邊個進來查清楚，故所要執行其他避免任務冇？對於這一次的任務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任務了哈，那也不方便在公開的場合說了哈。但是你問我說，除了帛琉之外，還有沒有去到其他的地方？那我的答案是沒有了。除了同國人分析理，總統未講到一下台海時區，對岸軍事動作暗島，疫情期間被認為戰備嚴峻，還係會進行。記者陳淑明、車真連、莊子嘉綜合報道。現自全台灣武漢肺炎嘅確診病例總共加起來有426例。韓國呢也嘅屯木柑區和海軍也被逼出的群起感染事件當中，就有28人也嘅車尾島也被嘅武漢肺炎確診。故說呢也嘅蔡總統韓國國防部安太平嘅事情，大家都出來分析理。針對也安太平嘅事情呢，總統家下呢 ND 新聞頭度嘅當然沒有看到過，蔡總統佢表示。也引起社會大家驚嚇嚇嘅，佢同大家分析理，韓國就講接下來要繼續查清楚，因為一下國嘅比如講國防部同前幾日咧，對亞禮拜二起時呢，就見出來同大家說明講亞拜事情呢頭來而去。唔過呢，鄉親朋友你有發現冇？其實呢，有當道素材都對唔明起來，比如講呢，大家就請關心講，原來係乜啥？亦聽講亞拜屯木柑區愛出亞雜煙紅嘅任務，韓國呢也當到比如講愛帶災嘅咩，要當到嘅事情係唔係防疫要做到到位嘅情形，係唔係要做好些？韓國原來也嘅煙紅嘅任務結束過後，係馬上講也所有700人嘅阿邊個，佢哋嘅任務做得暫時結束，做得下算呢？馬上嘅聽嘅我。故所也三大部分呢都見當道嘅講法，比如講也嘅國防部嘅講法，還有草本也嘅屯木柑區嘅自吹長陳土飛，佢咪出來用也嘅電話連線嘅方式，喺立法院當中同立法委員也嘅國防委員會按當然來說明也拜嘅過程。人家對也嘅報紙嘅內文來看。
蔡总統呢，佢個下晝講哦，接下來還會繼續來簽出選係馬薩愛護基金，韓國呢會有聽議到位懲罰名單。唔過呢，我相信哦，鄉親朋友們知道講，一下其實當初嘅話唔係講簽出馬薩而來開起基金，其實愛同亞櫃台旁嘅事情，老見未清楚。故此呢，一個有一個國民黨嘅立委咩稍難講，一下呢國防部。也就是同總統府而來調講法，希望而來保護總統蔡英文，因為所來也按大條的事情，馬上愛負責。有人講係國防部，不過呢，大家就老幾日嘅年頭前多轉去，國防部做嚟來接聽28嘅演航訓練係，其實係唔係要涵蓋各位高層？比方講呢，家下呢蔡總統今日又表示講。佢係三軍統帥，國軍的事情就係假事情。故從也擺表出一個權勢感染，係唔係先個係蔡總統而來負責呢？故從一個蔡亞東嘅立委出來稍嚟講，係唔係愛同總統來設計咧一個人工嘅防火牆，希望咧愛有一個停損點嘅部分，希望講要按大條嘅事情唔好繼續，一個財務上唔好個受到一個總統要按過程嘅方面。故從接下來，國防部草案部咪表示講，接下來對基本嘅意思。逐年都會來開記者會，愛同社會大眾來說明。韓國人家下就看到講，一個自吹長陳濤飛，佢籌備嘅土立法院嘅國防委員會當中，佢就用電話連線嘅方式，同社會大眾來說明講廿八嘅事情，呢度有哪條素材係佢決定呢？唔過佢咪要講到喎，比如按到嘅官兵阿邊個下算呢？係馬薩嘅資金咯，左邊一個立法委員連玉蓮沒有問及也當重要嘅事情。不過陳濤飛佢表示講，佢是係聽命令來做事情，佢其實冇按呢個權責。不過佢左邊呢一個談話呢，係本人知道講佢十分嘅激動。不過呢佢有講言往，不過佢沒有出來同大家費事理。佢左邊表示講，佢會用生命來保護亞洲國軍，韓國呢保護俺所有嘅台灣國人。故所佢表示，絕對冇暗砍嘅事情，佢啲嘢所有都要來講出來嘅。詳細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左邊佢講嘅係講嘅乜嘅內容，咪帶你來看。在此，我用生命保證，我絕對沒有隱瞞任何疫情。天發另外一片傳來，海軍獨木艦區及區長陳濤飛嘅回事裡，兩人受到隔離，韓國調離現階，佢強調自己係軍人，今年試到海上船等，冇可能本偏袒危害軍人無卡人。獨木艦區發生權勢感染，造成28個人切到武漢肺炎。陳濤飛唔承認暗砍疫情，但是講冇確實回報官兵作銷，公法前後冇窮款。病源比較嚴重，他住了2天，所以我有回報。剩下4員，我很誠實的報告，我並沒有回報，因為醫療小組給我的建議是，他們只是一般的感冒。當初我們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於嗅覺方面，或者是那個時間點是沒有的。面對呢位對門係咪同意新吳埔區兵料理樣？陳濤飛講自己係接到命令來執行。國防部長楊德發講，對木支區回報機制確實出問題。衛生福利部初上發布通報，新增加提供還有寫碼唔正常嘅項目，講到有錯，我呢度也係提供寫碼唔正常，可能是切到嘅鏡頭。不過今次鋪初級將透過天橋傳送支區，沒冇回溯對象，變做防疫問題。剛剛建隊長講得哭哭啼啼的，不是男子漢啊！真正的男子漢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啦。不好意思，我們的船上的人就是發燒了，請你趕快派直升機，把我們捍衛國土的中華民國的海軍弟兄姐妹帶回來治療。就是他沒有回報，沒有按照規定，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所以我們後續還在繼續在去查。獨木艦隊染疫引發，獨木艦區切到疫情引起全民關注，但是國軍無公釋法，未台指引，未影響到國軍形象。立法院外交同國防委員會要求國防部進行排查軍艦疫情嘅專案報告。本來獨木艦區及區長排查艦長機關3個人透過私信接受批准，引起假解六位反彈，批評公審官兵唔得當。藍委表示，片面事關本國防部來聽取，編造出來把這一案人，雙方相吵比敗，先比陳濤飛接受天法批准，將解決200個爭議。記者王子傑蔡啟文台北羅圖。
立法院一個外交國防委員會草編就係因為針對一個國防部向來做專案報告，唔過呢詳細要講清楚係乜啥，本來係要進行實行連線，唔過呢前面是係用一個斷木鋼吹嘅指揮長陳土飛，佢用電話嘅方式直接連線同大家講，故說呢草編當初有一件事情係佢表示講係乜啥下令要本日船嚟航700人嘅阿邊個下船呢係乜啥嘅天咯。假呢，一個陳土飛咩聽到哦，佢講佢係聽命令來做事情，而且相傳3年以前，差唔多20下組嘅人咧，一個海軍嘅副司令梅家書，佢就表示講，一個決定下船嘅決定就係指揮長陳土飛，故說你看海軍講一套，韓國嘅另外陳土飛一片又表示講唔係佢決定，故說也單槍兩個講法就對唔起來嘅。帶鄉親朋友來看，陳土飛草編嘅出嚟土立法院當稿呢，來接觸一天花嘅說明以外，其下組嘅時節，韓土也嘅賴群組當稿，同其所有大量嘅阿邊稿也條官員群組來發嚟公開嘅內容，詳細來看到。佢表示佢先來明顯有土也拜嘅演航訓練當中，大家向下來升旗，還有呢開晚會，大家食菜當歡喜。故說呢也美好嘅會議，佢就知道講係大戰用嘅，佢實見過嘅。唔過也時節係有27，其實呢也就係圖一個確診嘅數目是含填圖27個人嘅時節。佢表示講一下係有當到嘅一個國員阿邊個學生嘅實習生也條含啲嘅資料。韓國呢無抗議咩係愛愛定也按辛苦，大家愛搬開來。因為一下也條確診病例，大家都啲隔離。佢地位都講到嘅，大家愛原定其他人對佢當奇怪嘅眼光。因為呢，一下有所有嘅一種確診嘅阿邊個呢，大家社會大眾都會對佢條知道講，佢條係帶點病毒嘅人。故所一下社會嘅氛圍係本人知道講，大家都係用另外一種嘅目光來看一條阿邊個。故所佢希望大家愛愛過去。佢表示佢任務忙結束，韓國人一個斷木之吹，咩還忙改變，佢請大家愛照顧好自家，照顧好家庭。接下來進一步繼續來看，佢先同大家來分析嚟表示講，因為大家也大嘅社會議論受到很多乜嘅爭議，佢同大家分析嚟，韓國佢也嘅發揮佢嘅軍人本色、軍人款，佢講係海軍官校行出來嘅。故所人民看到佢係為亞伯嘅海軍發生了一案太平嘅事情，佢自家無來送資金，佢係開起來嘅。故所也係陳土飛同大家發表一公開性嘅內容，希望呢大家咪做得落嚟明看啊。海軍韓國國防部入邊講一套，韓國陳土飛其實沒有自家講法，佢也嘅草編一個天花連線，韓國也嘅家下看到嘅也嘅公開嘅內容，都本人知道講佢係一個唔會來送資金嘅人，還有呢佢咪表示講清潔通。進一步來看自由時報當稿。所以講，一下蔡總統同亞伯嘅事情來分析你以外，佢草編人嘅指揮中心咪公布講有這個增加嘅一例確診案例，估算現時全台灣國內確診病例係426個。來看到全期感染嘅草編人一個新增加嘅一例確診咪係斷木鋼吹嘅實習生，唔過佢前特別咧係一個真罕見，因為呢一個草編公布嘅確診案例，第一擺採檢係陰性。第二擺過後又去採檢，前面真確診，也就表示講，也個確診者嘅身體當中已經有抗體嘅，病毒核酸檢測都係陽性，故所也個個案同國內也下按到426個個案當中係較少見、較罕見呢。故所嘅提醒大家呢，針對一下呢有見到確診，其他都係一採就係第一擺去採檢係陰性，故所愛進行第二擺、第三擺，提醒大家針對一條整條呢都係較陽性的位，並唔係講採檢一擺就表示講陰性就係冇事情咧。繼續第三擺來看到嘅係蘋果日報。也又係用一種親神奇嘅圖來掃難一下嘅社會實施。你看到有按多少人，宜蘭縣長、高雄市長、新北市長、台北市長、台南市長，韓國嘅澎湖縣長，大
大家就從啲嘅常用嘅，因為呢大家都知道講，一下疫情係唔係有更來更厲害嘅情形，大家希望我愛做到封城，愛控態來管制。故中呢，有個陳時中表示講，請講一下大家嘅節奏腳步都亂踢咧。提醒大家講，大家愛數合，係講呢指揮中心留嘅下來看。指揮中心表示講，防疫一下社會有3個階段，整批策略愛規劃。一下呢，全台灣係頭一個第一階段過渡期，社會都忙出現一個還係出現一個朗朗上上嘅感染源，係顯示全台灣知道一個階段唔是到封城。接下來第二階段係緊急期，第3係管制期。陳時中韓國國家呢咪表示講，其實封城看起來係老嘅控態防疫，唔過呢封城就會有當到唔利偏嘅素材，比如講呢會影響到經濟，影響到社會規嘅運作。佢提醒講大家，雖然講愛防疫，唔過一下台灣嘅階段行慢多愛封城。好，前面呢來看到嘅係聯合報。聯合報呢，佢係針對一個紓困蘇貞昌行政院長，佢來表示一個紓困嘅制度嘅內容。韓國經濟部籌備就提出嚟3大原則，因為呢紓困行政院演示係愛發一個消費券，唔過國家社會大眾就開始有其他聲音，表示講消費券你發嘅消費券唔當直接本大家現金，故此呢一下現金。消費券一下兩個經濟部係表示講，接下來唔會直接發現金，唔過接下來針對紓困嘅暗道物嘅內容，會繼續層面來討論，未會繼續同社會大眾來說明，也係聯合報針對今ปี嘅紓困來做到嘅詳細嘅說明。以上就係今ปี嘅客家新新聞嘅看報紙時間，嚟提醒鄉親朋友下晝2點，聽聽下繼續來關心指揮中心嘅記者會，關心疫情嘅新鮮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新鮮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